Hello， 歡迎又返到嚟 Cheryl 講古仔嘅時間啦。我嗰啲成日上網衝浪嘅朋友咧，同我講最近呢一個好熱嘅單詞咧，叫做崩驢肚、崩老頭啊。短視頻到處都係呢一個詞，成班人就跟風咁喺度笑啦，覺得呢一個就係年輕人嘅新網絡玩笑。但我同你講啊，你以為嘅呢個搞笑嘅呢個玩笑咧，背後係一套成熟、暴利甚至係產業化嘅灰色生意啊！就連中國婦女報、北京日報都專門落場點名批判，直接咁希望叫停呢一股歪風啊！99%嘅人只係睇明咗表面嘅熱鬧，根本就唔知崩老頭早就唔係一個段子啦，係一套食透人性、穩賺不賠嘅新型小額情感詐騙產業鏈啊！今日我就帶大家睇一睇成件事嘅底層邏輯，睇完你唔單止要明白呢一個玩笑，更加可以睇清楚普通人最容易踩到雷嘅呢個人性商業陷阱啊！首先我哋搞明咗一個最基礎嘅問題啊，到底乜嘢係崩老頭呢？好多人望文生義以為係蝦一啲中老年人啊，呃一啲大爺大媽嘅錢啊，其實唔係噶，呢個係一個全網嘅誤區啊！崩老頭入邊嘅崩咧係一個北方嘅方言啦，意思就係呃啦，或者係榨取呢個錢財。而呢個老頭咧，亦都唔係60-70歲嗰啲老人家，而係30到50歲嘅80後，甚至係90後嘅一啲中年男人啦。即係咧，大家身邊咧嗰一啲咧，啱啱好踏入咗中年啦，上有老下有細。然之後手入邊有少少積蓄，但係情感極度空虛嘅中年男性啊，我哋完整咁翻譯過嚟就係一班嘅後生嘅仔仔女女啦，靠住個情感嘅陪伴啦、曖昧嘅話術啦，精準咁去詐騙一啲中年男人嘅小錢啦。聽到呢度你可能覺得唔係就係少少利是啫咩？可以賺幾多個錢啊？咁你就真係太天真啦！佢最恐怖嘅地方根本唔係單次呃得多，而係小額、高頻、產量、福利收割啊！我同大家講一講而家最完整嘅一個崩老頭嘅產業鏈，你睇完之後一定嚇親啦。首先呢一個唔係一個單打獨鬥嘅小打小鬧嚟噶，由2024年開始興起到2026年已經徹底咁樣職業化啦、產業化啦，甚至出現咗專門嘅付費教學社群噶。有記者曾經臥底暗訪過呢一個群聊啦，裏面全部係00後、05後嘅一班後生啊，仲有專門嘅導師開班授課，全套標準化嘅流程，手把手教你究竟點樣去崩老頭。第一步，精準魚塘引流，從業者會專門咁樣去 focus 喺各大嘅 social media 度篩選一啲中年嘅男性賬戶，甚至喺線下嘅商場啦、網吧精準咁搭訕加好友。佢哋從來唔揾啲好後生嘅，亦都唔揾啲特別老嘅，就係睇30到50歲嘅中年男人。點解呢？呢個就係一個精準嘅用戶畫像啦。呢群人有穩定嘅收入，有存款，消費理性，唔會大額咁樣衝動消費，但係內心孤獨，缺陪伴，情緒價值嚴重缺失，而且大部分亦都係玩玩下，唔好意思去追責，警惕性非常之低，堪稱全網最好收割嘅精準流量池啊！第二步就係標準化嘅情緒投餵，入咗群之後全套統一嘅話術模板啦，朝早要早安問候啦，晚黑就要打招呼晚安陪伴，日常會嗲嬌啦、傾聽啦、吐槽啦，主打一個極致嘅情緒價值，甚至仲會有男仔用呢個變聲器啦、AI 美女照片去扮女仔，批量養魚啦、批量傾偈，一個人可以同時對接幾廿個客噶，流水線咁嘅服務啊！第三就係小額高頻咁樣收割啦，呢個就係最精髓、最狠毒嘅一步。佢哋從來唔會一上嚟就要一個大嘅紅包要轉賬，因為咁樣好容易俾人拉黑，容易出事啊！全部都係一啲小額嘅試探，一杯奶茶錢啦，一杯咖啡錢啦，一啲打的嘅費用啦，宵夜嘅錢啦，幾蚊啊、幾十蚊啊、幾百蚊啊，積少成多。因為金額唔大，大部分嘅中年男人礙於面子又或者係想維繫關係基本都會俾嘅。而逢年過節就更加係收割嘅高峰期啦，520啦、6.1啦、7夕啦，所有理由都可以輪番轟炸噶。有人話如果佢係熟練嘅從業者輕輕鬆鬆月入2萬幾啊，全職甚至可能係更加之高啊！睇到呢度大家就唔好直接食花生啦。呢一個網絡亂象其實亦都收埋咗3個普通人一定要明嘅底層商業同埋人性邏輯噶。第一個邏輯就係小額高頻係最低成本嘅暴利收割模式。好多人話揾錢要揾大錢，但係灰色生意嘅邏輯就啱啱相反，大額收割容易翻車，小額福利先係穩賺密碼。
第二個邏輯咧就係情緒價值係當下最值錢嘅隱形生意啊！點解咁多嘅中年男人心甘情願被崩呢？莫非真係有錢冇掟使？其實真相非常之慘噶。成年人嘅世界咧，情緒陪伴比金錢更稀缺。呢一群80後、90後嘅中年男人，主要咧上要養老，下要育勢，職場咧要承壓，家庭嘅瑣事每一日拼命賺錢，都冇人理解，冇人去聽，亦都冇人共情。連一旦俾陌生人精準治癒、溫柔陪伴，即使佢知道係假嘅，都可以填補到內心嘅空虛啊！第三個邏輯就係精準差異化嘅定位，永遠係流量生意嘅核心啦。所有揾錢嘅生意本質都係揾對人群，解決需求。呢一班從業者太明白咩叫精準定位啦，佢哋唔捲後生情侶市場，亦都唔呃老人嘅養老錢，專門 focus 喺有支付能力、有情緒需求、低維權意識嘅中年男性藍海啊，避開咗紅海嘅競爭，專攻小眾精準嘅人群，避開紅海競爭，專攻小眾精準人群，用最低嘅成本換最高嘅穩定收益。呢個咧簡直就係差異化商業嘅打法，只不過用錯咗地方，咪淪為咗灰色嘅產業咯。最後同大家講句老實說話啦，而家大家都喺度玩崩老頭呢個梗，但好少人願意正視背後嘅辛酸同埋亂象。而且我哋更加要警惕嘅係，當玩緊咧變成咗一個商業化詐騙，當情緒陪伴變成咗收割工具，呢個就唔再係網絡玩笑，而係觸碰到底線嘅灰色黑產啦。你身邊有冇遇到過呢個俾情緒套路嘅情況呢？你又點睇呢一波崩老頭嘅網絡亂象呢？喺評論區記得留下你嘅睇法啦！記得關注我哋，下期我哋繼續再見啦，拜拜。